在1897年所兴建的环台南切后所，是日本时期台湾五大切后所之一，嘛是目前全世界保留较大的乌石原式圆塔建筑。因为相当特别，市府文化局和中央气象署、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合作出版这本伫关无仔的气象爷爷绘本。那我觉得这本绘本的发表非常的好，包括我自己也是台南人，对于这本的这栋测候所的历史，其实也都是因为有参与的文字工作才知道的这么深邃。但是如果透过绘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管道，可以让我们的家长跟孩子透过这样的亲子共读，更能够了解台南在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建筑——台南测候所这一个渊源跟它的历史脉络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这个绘本呢，要来描述这一个古迹的这个从无到有啦，它的种种等等，是非常有意义的，而且呢，可以用比较平易近人的角度来做一个撰写跟绘画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如果呢把这本书呢可以推广给这个所有的市民啊，或者所有的学子来讲，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故事透过阿公阿嬷带着孙仔，是在走访这座巴东古迹，用轻松活泼的故事，带囡仔认识这座充满时光记忆的重要遗址甲气象知识，包括着风力塔、气象机械，以及迄当阵安怎预测天气的方法。8月13将举办亲子绘本分享会，邀请4岁以上的囡仔跟家长，是在走访南台湾巴东气象历史建筑。台南市民生活陈宏报道。